特别做到零碳排的过程，有袂少弱势者会受到影响。有劳工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爱成立基金来帮助在经营过程中受到冲击的劳工，价格修理好。今年10月底，德国福斯汽车集团几百个员工来到工厂集合。福斯汽车因为能源计小起，加上电动车业务发展无符合期待等等原因，未来可能裁减加万的劳工。这寡劳工正做全球推动净零过程当中的受害者。有学者记者咧，指出要安怎保障所有的人伫咧净零过程当中拢受到照顾，是公正转型的重要工课。劳工在这整个净零的政策里面，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它不是直接被淘汰，因为公正转型的核心就是不遗漏任何人嘛，所以他们现在从9月开始在进行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劳资协商。如果今天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我们台湾，像我们台湾有办法有这样一个机制吗？学者认为，台湾要推动净零碳排，也要知影民众对推动净零有啥款顾虑。所以，台大风险中心电话调查1000多人对公正转型的认知，有86.5%的民众认为台湾社会收入严重不平等，有46.5%的人烦恼净零，会致使好业善无平均的状况更加严重。越往中小企业，越往私部门，越是非正式劳工，越是非主说劳工。他们在应对整个近零气候变迁，然后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的风险承受能力，绝对是最低的。这个基础上，收入不平等，然后气候冲击又对劳工对低收入户影响很大。我们的社会基础如果在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感知上很强，再加上近零的转型，就是碳费下去，碳定价的机制下去，这个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视吼。台大风险中心表示，净零碳排可能对中小企业、基层劳工、产食人等等族群影响明显。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营建议政府，未来应该成立公正转型基金，基金要关注净零过程当中受影响的弱势族群，透过协助专业、补助等等方式，确保每一个人拢受公正转型。记者郭文成、孙友台北报道。